象廣播地帶 Luna 教室，今日會同大家一齊整新年小手作。有個成語叫如躍龍門，相傳黃河鯉魚若能逆流而上，躍過龍門就可以化身成為龍，象徵突破困難、逆流而上嘅堅毅精神。我哋一齊嚟整躍龍門嘅小魚啦！準備材料：首先將一張正方形嘅色紙對角摺成三角形，其中一面向上摺，上下摺疊，另一面重複步驟。左右對摺，用雙面膠紙固定，魚尾完成啦。然後用鉛筆繪畫魚身同魚鰭，用鉸剪剪出魚身同埋魚鰭。用馬克筆畫上魚鱗，喺魚嘅頭部稍微剪開，上下疊起，貼上雙面膠紙，組裝魚兒。加上眼睛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年年有餘。